Good morning, sir。好，去街。近年聽到唔少人講，韓國嘅餐廳拒絕一人入店進食。我明啦，好多餐廳都係4人韓燒台，你一個人佔用，浪費咗3個人嘅座位，餐廳收入少咗3/4。逆地而處，你係老闆，你都唔願意啦。其實香港好多地方都一樣，大部分嘅自助餐都要2個人以上，有啲深圳打邊爐放題，只係得1個人幫襯都要加湯底錢。所以其實避開咗繁忙時段，入店嘅時候問一問店家可唔可以1個人，店家話可以啦，你咪可以放心入去食咯。2025年4月，我1個人去咗韓國參加聯展，除咗2餐約咗人之外，其餘7餐我都係1個人獨食，完全冇問題。第一餐，第一日嘅夜晚，匯賢站南大門。南大門裏邊有好多好得意嘅地道美食，綠豆餅、肉餅、蒸包點、煎大魚、刀切麵等等，一直都好想去試下刀切麵胡同同埋大魚一條街。刀切麵胡同就喺匯賢站5號出口斜對面，行入去成條巷都係燒魚、魚湯、醬湯、刀切麵等等。我隨便咁揀咗一間，餐牌上面有韓、英、中、日文，唔識字嘅都仲有圖，然後你就指手畫腳 this 咁就得噶啦。我點咗1萬won嘅冷麵加刀切麵，循例嚟咗幾碟嘅泡菜，連同蛋爛麵一齊上。冇幾耐，姨姨就攞埋碗刀切麵嚟，入邊嘅料有紫菜、豆皮、芝麻，嚴格嚟講係冇餸嘅。4月份韓國嘅夜晚氣溫低過10度，一碗熱辣辣嘅魚湯刀切麵真係好好，魚湯好香，好有魚味，麵真係好彈牙，係媽媽嘅味道，從來地道就係最好。可能天氣太凍，同場我旁邊嘅外國人想將冷麵放入熱湯入邊，立即俾老闆喝停，外國人一面尷尬。第2餐，第2日嘅早上，望遠市場，我大約9點半到咗望遠站，行去望遠市場嘅途中，有好多生果檔、海鮮檔、賣手信嘅、炸物、泡菜、韓牛、長腳蟹都有。喺市場裏邊，我行咗1個圈，仲有啲乾貨區，呢度賣棉皮都好有名。粉紅炸雞店炸雞都準備得七七八八，但我一心想買嘅係炸雞腎，姨姨叫我行多一陣先至再返嚟，所以我又再行多一陣。炸辣椒買唔到，見到有貨嘅，但係未開始營業。好多食店11點先至開始營業，等唔到啦。最後買咗肉餅，7000won 2個，12000 won 4個，再返去買炸雞腎，滿載而歸咁返去酒店食。我諗試下啲年糕先，細細粒 ，OK 嘅，甜，帶甜為主，好味。呢啲就係炸雞腎，椒鹽炸雞腎先。雖然頭先話拎返嚟凍咗，但係佢嘅皮仲係酥脆嘅。好啦，睇下呢啲就係炸雞啦，咁啊試下啲炸雞先。個醬好香芝士味 ，OK 嘅，好厚實。入邊仲有啲蔬菜嘅，咁所以唔係淨係啲肉咧硬掘掘咁嘅樣，咁軟熟嘅。第3餐，第2日嘅夜晚，畫展開幕之後嘅聚餐，仁寺洞藝術廣場。今次飛嚟韓國最大嘅原因係擺展覽，所以連同畫會嘅會員同埋其他參展者，開幕之後一齊到咗仁寺洞藝術廣場樓上嘅餐廳聚餐，接受證書、娛樂。今餐食乜嘢？就係1碟嘅牛扒飯。第4餐，第3日嘅中午，高速巴士客運站河粉之王，一心要嚟呢個地方行一行地下街。更加重要嘅係嚟朝聖 Daiso 12蚊店 No Band 超市。中午嘅時間揀咗呢一間河粉之王食，觸控熒光幕點餐，全部韓文，睇唔明唔緊要，有 Google Translate。當然更加重要嘅係看圖識字，我就點咗呢個11000 won 嘅魷魚章魚辣炒飯，略嫌有少少嘅油，但係好香，加多1罐可樂，3000 won。呢度嘅職員好好，好有禮貌。我用 World Pass 卡俾錢，但我揾唔到俾錢嘅地方，職員一步一步咁教我點做，抵讚。第5餐，第3日嘅晚上，仁寺洞。
約咗韓國生活嘅學生嚟到睇我嘅展覽，其中一家人睇完展覽之後就請我到呢一間嘅韓燒餐廳食韓燒，一行4個人食呢種店梗係冇問題啦，好多泡菜配料，牛肉蛋餅、大醬湯、牛仔骨好香，好好味。我中意韓牛，比起和牛冇咁油，食到牛香。同韓國人食韓燒，請教佢哋食嘢嘅次序同埋方法，嗱又學到嘢啦。多謝佢哋嘅心意。第6餐，第4日嘅朝頭早，加山數碼園區 Mario Outlet。喺 Mario Outlet 12、13樓都係啲高級嘅餐廳。我喺12樓見到一間食打邊爐放題嘅餐廳，同樣咁問一問店員可唔可以一個人食，佢話冇問題。平日14,800 won，週末假日16,800 won，包咗80 gram 嘅牛肉同埋沙律巴。用餐嘅時間1個鐘頭20分鐘。沙律巴入邊有好多嘢食，甜品、餅乾、泡菜、冷麵、年糕。呢個南瓜蓉紫菜卷都好好食，值得推薦。第7餐，第4日嘅夜晚，明洞肉餅堂。呢一日全日落住大雨，夜晚嘅氣溫急降到得返2度，飢寒交迫。見到呢間店鋪，諗都唔諗，直接入咗嚟，點咗大醬牛肉湯飯。尋日食過牛肉蛋餅好好食，所以今日又叫一份。喺極冷之下，食一碗熱騰騰嘅湯飯，即刻回暖。見到餐廳裏邊其實都仲有其他一個人入嚟食嘢嘅韓國人，所以其實一個人食飯，食完之後就走，唔會好似一班人咁又傾偈又飲酒，更加阻住做生意。我成日都話，點樣睇啲嘢好唔好食，就係全部都食晒，就代表住好食。依好人，我食完啦，影下門口嘅時候，佢更加對我點頭答謝。第8餐，第5日嘅朝頭早，廣藏市場又行咗一個圈，隨便咁揾一檔坐低食。一直都好想食呢一種韓國嘅血腸加豬潤豬肉拼盤，仲有韓國嘅餃子。見到店鋪嘅年糕好吸引，但係我太飽啦，食唔到。我一直以為呢一種嘅血腸係腸衣包住糯米，估唔到原來係粉絲嚟。豬潤豬肉煮得太過乾，太過鞋。韓國嘅餃子絕對唔係我杯茶，我都中意食翻有肉嘅餃子。食剩咗咁多，講明咗呢一餐係我最唔中意嘅。隔離台叫咗生八爪魚。講真，喺呢一種嘅鋪頭，我真係唔敢食。第9餐，第5日嘅中午，古老農場。中午要準備出發去機場，就喺酒店對面呢一間古老農場嗰度食。呢間係間連鎖店，我唔中意食生嘢嘅，所以我唔會中意食醬油蟹。但係之前喺樂天酒店食過生牛肉塔塔，好中意，所以最後一餐都要揾個生牛肉拌飯作為韓國之旅嘅完美句號。呢一間嘅店鋪嘅生牛肉飯好好食，非常多嘅泡菜，味道仲要調校得好好。只係可惜呢幾日天氣太凍，生牛肉解雪嘅程度未如理想，仍然仲有一啲嘅冰，但係整體嘅味道非常之好食。所以總結翻，一個人喺韓國食嘢，其實問題唔大，最緊要就係你自己識得尊重人哋，避開最繁忙嘅時間，一個人去霸住張台，最後你睇全部清晒盤就係好食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嘅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 撳 like share 出去，留言，仲要着埋上高個啷啷。拜拜。Goodbye.